維園農曆年宵市場攤位第二日公開競投，有中學生第一次競投，希望學做生意。底價係33,550蚊。第二日嘅競投主要係乾貨攤位，競爭氣氛熱烈。8個主題攤位底價係33,000幾蚊，其中2個就以90,300蚊成交，比底價高超過2倍，亦都比上年嘅7萬幾蚊多大約2萬蚊，分別由2個市民投得。其餘6個主題攤位都係由同一位市民投得，成交價由6萬幾到7萬幾不等。至於其他乾貨攤位，有中學生就希望嘗試創業嘅滋味，同老師一齊商討競投策略，最終以24,000蚊成功投得。咁因為其實我始終係想學一啲經驗咁樣，因為其實好有用嘅呢啲。因為我哋嘅對象係後生年輕人啊嘛，咁佢哋就買嘅時候就衝動啲嘅，咁就會揀一啲佢哋中意啲嘅產品咯。而以往都有設攤位嘅支聯會，今年就用咗94,000蚊，只係投得1個攤位。我哋舊年淨係嗰個攤位咧係25,100蚊，咁所以其實我哋以前亦都係有2個攤位夾埋都係4萬幾蚊，咁所以我哋今年其實已經係即係好痛心咁係縮咗一個攤位。其實我哋今年呢係為6·4紀念館籌款啦。除咗維園年宵市場之外，另外13個位於九龍新界嘅年宵市場攤位將會喺下個星期1起進行公開競投。無線電視記者蔡曉晴報導。尋日維園年宵鋪王以底價成交，今日乾貨市場嘅競投係咪同樣冷淡呢？維園年宵鋪王以底價成交，乾貨攤位嘅競投係咪同樣冷淡呢？仲會睇交，咁唔知乾貨攤位競投氣氛又點呢？尋日鋪王競投咧反應係出奇地冷淡嘅，成交價係創5年新低。今日競投乾貨嘅攤位，唔知反應會唔會熱烈啲呢？46,100蚊，46,100蚊。47,000。交投好激烈啊！有連續多年參與競投嘅團體，對過往嘅攤位志在必得，出價甚至高過往年2-3倍。我記得舊年好似係3萬幾蚊嘅，跟住再之前嗰年係2萬幾蚊嘅，咁所以今年都比我預期中貴咗好多啦。舊年嘅情況就諗住都係3萬零4萬蚊到啦，咁而家比預期中貴咗啦。我諗開頭嘅時間推得太高啦。教商科嘅曾 Sir 就帶埋同學仔，成功以24,000蚊投得較平嘅檔位。今年係第幾年帶啲學生嚟參與啊？今年係第3年。咁相比起呢幾年，你覺得有啲咩唔同呢？我諗同學仔對於成個年宵個踴躍程度都提高咗咯。係一個年宵點樣由零開始，由一個乜都冇計劃書，乜都冇嘅情況下，之後設計份計劃書，之後設計賣啲乜嘢，呢個係好難得嘅經驗咯。129000。獲得全場掌聲，賣雞仔餅嘅梁生，佢過往7年都投到同一攤位，但今年就不敵對手。我出咗14萬9，佢出15萬，我拍晒手掌喎，我好恭喜佢喎。我嘅底價係去到嗰度14萬9，再出多1毫子我都唔會出。呢個貴啫，其他都未必貴嘅，仲有咁多個位去投嘛？點解呢？你諗住做開啊嘛？你班人要開工噶嘛？呢度蝕，其他地方賺翻。估唔到今日嘅競投氣氛咁激烈啊！單係喺上晝咧已經出現咗15萬成交價嘅鋪王啦，睇嚟各位老闆咧都真係要諗下計仔，點樣可以揾多啲生意啦。咁每一年嘅年宵攤檔咧都可以吸引唔少嘅年青人去創業，成就佢哋嘅創業夢啊！